请继续来看，这是国民健康署的调查，讲台湾人平均每4个都有1个有高血压，而且带着高血压的人是愈来愈少年。医生讲，若要维持血压稳定，唔通食伤咸，体重爱控制，爱定定运动，而且爱学会晓消透压力、放松心情，还佫有爱定期量血压。感冒的时候都要量血压嘛？你们血压那么高？ 高血压的患者，但是是本来无量血压的习惯，60岁时治疗重感冒，量血压才发现讲伊本身治疗高血压。依照国民健康署的调查，台湾人治疗高血压的比例真高。我们的国人的高血压的盛行率呢是25.06%，这个数字换算起来就是每4个人会有1个有高血压的状况。40岁以后治疗高血压的是20岁4倍，而且高血压有少年化的趋势。 这个肥胖是造成血压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，当然不是不可逆转。那你只要能够减少1公斤的体重，能够减少1毫米汞柱的血压收缩压。莫食伤咸，运动控制体重，莫食薰，也要消脱压力，这拢是预防高血压的好办法。另外，量血压你若发现讲收缩压超过80，还是放松压超过90，那你有可能治疗高血压，赶紧去找医生检查。